全网最长土豆粉，进来的宝宝给我来个双击加关注。觉着我这土豆粉有食欲的，给我来个双击。老铁们，如果我吃出来苹果的感觉，请给我来个双击。马上开播，今天吃金针菇香菜卷、小火锅，还有水饺，还有个大拉皮儿，都是我喜欢吃的哟。来吧，先吃个什么呢？先吃个饺子吧。吃个带毛的毛蛋啊，看到了吧？我不太敢吃。东坡肉，来我小号看直播啊，一会儿艾特到公屏下方，你们一点就进来了啊，宝宝们，今天吃这个火鸡面，这个叫粉耗子。猪蹄儿，喜欢的给我来双击。金针菇有没有食欲，宝宝们？